如雷掌声而喊回答。故乡青春流淌心底，轻轻诉说。坟墓人人落，谈笑过。梅花酿美酒，现斟酌。山青青，水迢迢，一曲弦歌名扬唤起落。下陪望与紧锁，万千万中忘不了情深一诺。是与句句作，却又作。花一曲你声留奔放，千古事人间情。牵一地长难分析我。也不会忘记这样的旋律。我想赵志刚他比我更留恋吧，因为他就是循着这样的音乐走进了越剧的殿堂，抠开了尹桂芳老师家的门，从而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。赵志刚他曾经说过，无论他在越剧舞台上做到多少属于他自己的角色，沙漠王子何文秀仍旧是他心中的最爱。我想这其中蕴含着浓浓的师生之情，这也是他一个越剧舞台上的男小生最柔软的情节吧。我想此时此刻赵志刚肯定和我一样已经准备好了吧。
难渡，哪有人间最分明？声声高叫父神音，不见杨家与动静，难道兰英必听见？难道家中富有神？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，莫非是富有人前来说明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，得到黑人杨阳明，大武人家教水民，民警要水无良人，中等人家教水民，待若待白待点心，贫穷人家教水民，不要银子不要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洞里也是份送给小儿马高兴。我是青春在挂呀抗着先生年纪轻，这流言蜚语真难听，声声高叫不人应，高叫本虚心不义，看到情人须此意，放声再叫各位呀听，我的水命非别人，愿望大日也顺得起。穷人家算命不要命了不要动点啊，还能算出冤枉啊！有啥好个先生，这来得好来得巧了，已经啊，快叫对面先生进来啊！这是困乡算命啊！这你先
来了来了。妈妈江湖人有理。万里。大个先生，我有点迷路妈妈，我出师说明争论场播，这黑人们还是第一次来。第一次，妈妈一定认错了。该认错的，认错的啊！妈妈出来。哎呀，认错的。婷婷啊，他把戒指戴上来呀。婷婷啊，在去路上一起来啊。先生，我坐。弟弟，我在这边坐来了。妈妈不用，不要客气。哎呦，妈！我对了。你们，哎呦，多大来的？哎呦，这多得干么？哎呦，那先生，吃坐。多谢嘛。哎呦，客气个。妈妈，你要选的是男名还是女名？男人。请报4声吧。跟我去问来啊！阿囡啊，那上次的主人不是要报来呀？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丁生日，丁卯日。晓得的。先生问来的，是。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丁什么？先生，我再去问来。丁生日，辛卯时。哎呀，这个。妈妈，我一不管家，二不蒙人，早命日顺。妈妈，听他。祖上家你有本，子女人家常心人。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为他常当生，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妻无妹，我应三一句两岁养娃好，三句4岁离娘生，5句6岁不管看，7岁8岁上校门，9岁10岁与本仓官，11人都为你，12岁到17岁。17岁上有在心。17岁明白
天下一我们最聪明人老身头穷如落帕去飘零，苦逼他子不足教，仆人不刚先半分，赢得红鸾喜心高，罗梦少女是人命，我无凭经为标记，女无内政是人情。哎呀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。哎呦，先生啊，侬刚刚说的，这个关羽刚刚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妈妈。先生啊，这后来有那个套了。后来在我孙来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17岁到18岁，哎呀妈妈，有那个啦。18岁一逢大难行，老有志在飞来湖，神明官司他来分，明白小人本相爱，只全缘命难官人，我那小子的官人随你本相穷，春为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名字还好啊，是还好。你哪是人？一个玩偶。并非18夫妻19岁，到做人情浓交好运。今年正当20一，金榜的种种恭喜，我小夫妻苦相为，夫妻同源得欢庆。
里面是谁在提可？哎，是俺闺女儿啦。我先生讲说个内名啦，就是俺个闺女婿。哎呀，冤枉死了，已有3年嘞。妈妈，只有冤枉也不去申冤告上。唉，不得告上倒也罢，一起告上我家上，我母女几次去汉院，男女当当全是他，这鸳鸯夫娘我天高边啊，都是等白子关彻呀。妈妈，那就在往上告。为何到哪个地方去告啊？我一路迎来玉门江，玉儿心今晚可金房，明日去哭到黑云，我愿在前去告上。哪个毛儿不退婚，哪个官府不退堂，只恐怕这恩怨的办事更厉害。为官清正领导堂，前面不是不寻的，因为去高堂，一定能队长，那个新闻大人当真给我听过？是啊，你们去告上一定能告得正。好，最近啊，拿到都要去试一试啊！哎呀，这是队长到哪个地方去下长山长不为邪呀！啊，队长我队长为邪呀！赶紧请队长请他队上来。好，队长啊，知道自己来啊？不用啊，我这里有。啊！哎呀，定睛啊！你把是呀，是呀，他被张当受害，这冤枉们，刚才孙明都已经算出来呀。三层老树冤因，字里行间血泪淋，我实写上字是生人，明日里定教这字佛法令。上一写好，妈妈听课。好的。定睛啊，快挪进去把那篮子给快，呀，对啊！队长，那个新闻大人当真给我听过，请示随明事件，他故作轻言无事，妈妈放心就是。好，要是俺上次高兴，那女婿再了冤枉，想俺一定要好好的嘞。妈妈，嗲嘛，妈，先生嗓子学得真好，先生先生辛苦了呀。可是我们家没有闲着他，那我替他先生儿子，就送去先生吧。哎呀，我是那个闺女想的最早了。哎呦，先生，妈妈，我李总，我等你好不能。妈妈不用。那这里了，等我一个孩子嘛。就送去先生。妈妈不用。不要客气。多谢妈妈。哎呀，不要客气，我你小意思了啊。谁？哎呀，先生，孩子我吃的。妈妈。这下子我手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个字多少？这下子等待夫妻相会。妈妈，早就夫妻相会啦。这告诉您了，告诉您不老实了。妈妈，
妈说明先生啊！哎呀，追来！哎呀，追来！你当时想打个点呀？哎呀，妈妈啊，这好像是我官人的背景啊！哎呀，静静啊，他我的恩师尹桂芳是一位女小生，作为一名男子，我总是更多的关注女小生，对她们多一份敬佩，诧异她们如何用柔弱的身姿去塑造男子的气概。我们上海越剧院呢，就有这样的一位女小生，她塑造的这个贾宝玉的形象啊，可以说是深入人心。谁呀？田慧丽。对，大家已经猜到了，她就是我们上海越剧院著名的徐派小生，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老师的得意弟子钱慧丽。他曾经抱怨过，演了1000多场的《红楼梦》，他不想再唱贾宝玉了，想唱其他的角色。可是呢，每次演贾宝玉的时候，他都会带给大家另外的一份惊喜和感动。我虽然没有机会和他同台演出《红楼梦》，可是在舞台下，在屏幕上也是多次的观摩过他的表演，非常喜欢，非常欣赏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共同来感受怡红公子的魅力吧。我来自了。哎。
海峡可起过林野，我你心生就是亲兄妹，那是两小无猜共枕眠。到后来我妹妹当上她共度心相才花田，保佑是破风长进真情态啊，妹妹心里早已看不厌，到如今无人空当心相托那，可怜我伤心不该梨花田，曾记得以后愿上了闭门啊，当你是十不安心也不眠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，我为你是山里梦里上相念，好容易盼到凤凰花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啊牵，相逢到林妹妹变成风里家，恰原来你未必是我白天，在指望大头能家我，哎呀，谁知晓青山里黄土笼中头是林妹妹啊，自从去世他归远，几年来你是心头头起家不开，落花满地好菜，老人与桥场里不参连，你怕那三世上风到河双间，
究竟。我曾经好几次以主持人的身份站在上海越剧院的专场上，穿着宝哥哥的服装主持节目，还是头一次，为的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即将登台亮相的人。在台上我们都是女小生，在台下我们则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当年我跑了几十里山地去看一场电影越剧《红楼梦》，从此便死心塌地地爱上越剧一样。而当年的张瑞红也是因为范瑞娟老师的一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使她义无反顾地从花旦改为小生，并拜在范瑞娟老师的门下。接下来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楼台会。梁兄，你我常听正在提来可好？好啊！爷们家具相比爱色，他梁兄是否也办好？梁兄之来是路过还是在打？爷兄来他的到此，一来与陈八大人请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，哎，是啊。兄
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无法。两兄，何事？小妹失踪，弟你归来。弟弟错子，即将小妹的两兄啊，难道你小妹心里藏不
衙门内呀，两兄弟与子不要紧，匹配。
只因他面红耳赤去难开，苦尽灯呀才把理相送长情路，我只一片真心偷出呀来，可记得地多鸳鸯藤上台，可记得女郎织女把家为，可记得呀心中上来到阴，可记得莲影堂的把堂妹，我也曾留下品文哟断开，我只被托师母告他们要了相公自己铁条我也曾临别轻开许久美，在指望有情人总能成全，我想不到美梦因缘了，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是晕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醉了马家平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啊，弟弟因过马家对，两兄啊，弟弟是你可能为马家死啊难
姐妹，玉兄救我冤冤，你可是我为你。
悲呀，离分悲，两兄你跟儿子开两腿，那红的开当走应该，那白的开他明亮。不与你争辩不提不能配，两兄啊，不就是也要与你同。自称王派的单养平，不仅台上是弱不禁风的林妹妹，台下也是楚楚动人。著名越剧编剧吴兆芬老师曾经形容她是一枝月远素杏花，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。其实生活中的林妹妹还有另外一面，她为人干练，说话爽直。这不，林妹妹她向我们走来了。
谁共你起了情念，谁知你我这为细心心灵动听，我叫你沿路你高头里，岂非能起道理问，是多相为上花落花飞西莫红霞相落雨水明媚心能聚思，一道飘难行。花
下无恼，言句人生如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吗？我当年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的妹妹，妹妹慢进，妹妹慢进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困见我就避开。我这屋里是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就了开手。爸爸，是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旧情人不必当初。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容江落。
今日夏日眼睛把我讲，三朝事情不理我，四宝月十问老婆单烦恼，我有错你当一日骂也好，为什么缘儿彼此将我抛？你有句说一日谁好？为什么被人昨日打泪浆？四宝月多明多马故里梦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一时故，前世的归为缘难妹妹，你不要哭啊！我真哭了。你看，泪湿还滚上。你要死了，同岁同家的，你急这么生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颐红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亚王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啊！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啥管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嘿，那一天啊，来帮你叮嘱同谈心，谁知道丢了你丫头眼睛，上了你颐园里的门根，撇下我默默凄凉在院门，偏偏生我梨花军。那一日你梦儿多不离人，今日有别自杀的子把好妹妹，我真是不知你累苦呀。那就只有宝姐姐来助过一位。定是丫头们滚出来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过明白，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才好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指定苦大。哎呀，你万事可是你到底是欺我，你还是罪我呀？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筋都抱起来，还记得一了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啊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在等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啥给你的意思都体贴不少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，
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秉着把用妙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介绍了，似乎刚刚楼台会的声音还在耳边回绕。作为方雅芬的同事，我非常高兴与她相伴。她是我们院的开心果，时常会给我们带来欢笑。同为花旦，我也非常的欣赏她。他的天赋和聪明使他创造了很多角色都深入人心，不管是把生命融入爱情的玉清嫂，还是尝尽人间凄苦的祥林嫂。世上做了多少年，伤啊！
我在今为他三餐啊等，万千长发自不平，我只有做地府有多把地，哦，心之苦得几呀年，有的是啊定情因分意，将临死留下了两代寡妇独在家。婆婆子啊，她推下了重担，将我们啊为老啊强。不要怪我，我自笨，我自傻呀！我但知道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种地气，才会到城市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，老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你不要怪谁知道啊，当风吹去，老老的命啊，遇到无浪偏向我无依无靠无决心，哪怕一失去没奈我啊，我儿子把路心啊，这就得面对起我不太严，不等我两次寡妇。老爷他听我为了讨财去专门啊他花去我公的儿去，等得到天
速去。